咱来看即条吼，只有两个四方树，四方树啊，大诶四方树面积是81，啊，较细四方树伊诶面积是36。问讲 A、B、C 即个三角形伊诶面积是偌济？好，真简单，因为大诶四方树面积是81，代表讲伊诶边诶长就是9。好，啊，较细诶四方树伊诶面积是36，所以伊边诶长就是6，这边是6。好，即摆就是即边诶长拢知影吼，啊，我顺续甲遮倒起来，变做是一个完整诶长弧形。吼，啊，即边是6，啊，因为遮是9嘛，遮嘛是9，所以遮规个长嘛是9。啊，因为遮是6，所以剩诶部分就是3。好，安尼画了后 ，A、B、C 诶面积就足简单，我就甲规个长弧形诶面积算出来，扣掉倒手边顶悬即个三角形，佮扣掉倒手边下骹即个三角形，佮扣掉正手边即个三角形，剩诶部分就是 A、B、C。好，所以开始规个长弧形长15，这边看是9， 15乘9减倒手边顶悬三角形是3乘6，佮分互2，佮减倒手边下骹6乘15分互2，佮减正手边顶悬9乘9分互2。好，所以是135减9，佮减45，佮减40.5，所以就是40.5结束。